镜头转来到国内，有医生伫面册刊文警告，讲4月初3花莲大地震过，台湾的关山是变甲真危险，建议民众10月以前拢莫去爬山。那地动气象中心指出，这3个月到6个月内，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地动尾，而且方面甲黄酸雨较低，若无必要，都莫去山区。东往大坝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崩塌，本来伫初一中昼完成清理，暗过午后山区落大雨，5.2公里的所在搁再崩塌，16公里的所在原来有大型树仔倒落来阻碍道路。雪管处是讲，持续禁止子弹车也甲其他的车进入。医师王树豪提醒，经过遮尔侪届密集规模无共的地动，也搁有一直落雨了后，山区翠石山坪变得真无稳定。准讲好天也是有可能有大崩塌的风险。到10月拢无建议爬山。地层比较不稳定，那这时候进入到雨季之后，山区的崩塌的机会就会更大。在今年在雨季结束之前，会尽量避免去登山。地质专家陈文山是讲，确实伫地动尾的时阵出现一寡浸涌伫中央山脉附近的地动，规模差不多伫3左右，深度有较浅。当地以前原来有地动过，毋是真罕见的现象。影响主要是伫中央山脉附近。规模不是那么大的话，虽然很浅，但是登山客的话，他当然会感觉比较剧烈一点，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落石。尤其是靠东部这边的一些山区，赤灵山这个地震那边都有到，甚至有到五若山的状况，我们真的觉得不是那么妥适。地动气象中心表示，花莲7.2地动了后，一定3至6个月内也是有较大规模的地动尾发生，因为拄着黄酸雨季要来，非必要唔通去山区。另外，初2早起，伫台湾东南部海峡发生规模5.1的地动，列岛兰屿震度3级，台东原来有2级，这毋是花莲的地动尾。地动气象中心提醒，咱台湾是伫地动带，民众爱随时做好防范地动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